奇迹。一起来，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它落不落在地里湿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就是它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比见神的荣耀。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比见神的荣耀。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凡的生命。主，我愿意，大家一起来。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它落不落在地里湿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
让自己被掩埋、被拥进，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再跑一次好不好？我发现戴口罩歌手讲话声音好像比较小声一点。不会啊，所以龙者可能要调麦克风调大一点。就是那个共鸣的声音会被口罩挡住。3号，因为我一开始唱的时候这样子都没有声音，但是靠很近的时候，试试看。对，所以他要把它调大声音。我4号，每个报号码给他。就是大家的麦克风可能要拿近一点，因为没有拿近一点，那个声音就被口罩挡住了。贴着好像。对对对，你几号？对，就声音都闷5着。号，龙者5号，然后上炉，还有那个龙机。麦克风测试，麦克风测试，1、2、3，1、2、3。喂，6号，6，这样唱因为我还没几物？靠背，一起来。喂，有啦有啦。然后可能有些会没电，因为昨天有些麦克风只要3格而已，等一下再自己看一下。确定有开？好，那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再从前面再练一次，至少前面2首再练一次，因为前面2首就是歌手的声音都比较小声一点。没有，等一下自己讲。对，就是前面2首练完，如果还有时间再练第3首，就看等一下的时间，因为我怕等一下他们时间比较赶一点。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让我们一同从座位上站立，一同来敬拜荣耀主。来，一起来拍手。把我们的敬拜献给我们最至高无上的主。哈利路亚。还没。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只永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声音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声音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直永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声音如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
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诚信，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诚信，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昔在今在永在的君昔在今在王。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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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一切的荣耀都献给我们的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的爱。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你公义审判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赐恩典，一再赐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神的爱是如此的美好，神的爱是如此的美好，他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你公义审判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赐恩典，一再赐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
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因你喜乐而欢呼。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一粒麦子，它落不落在地里湿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落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一起来跟主说：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它落不落在地里湿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起来跟主说：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凡的生命。主，我愿意，再一次的对主来说：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
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能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主。”我再一次的说：“主，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主，请差遣我。”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比见神的荣耀。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比见神的荣耀。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平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阿们。好 ，OK。OK 吗？
Hello，有，这样声音有，有，好，谢谢，谢谢，好，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开始我们宣召。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亲爱的上帝，在这温暖的冬天早晨，恳求你成为我的主，完全掌管我的生命。我们满心赞美你，以平静感谢的心来领受你的赐福，好让我们预备自己得着祝福，也帮助我们住在你里面。以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进行诗歌敬拜，请敬拜小组。弟兄姐妹们平安。如果身体许可，让我们一同站立起来，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来，一同来拍手。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医治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自由。敬拜神一路众水涌流，永活的主你在这里。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你是起初的，末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羔羊被高举，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曦，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昔在永在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同来，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将一切的最美好的都献给我们的主。我们一同来沉思一下主所带领给我们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到他们中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多么的美好！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你公义审判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借一再次恩典，一再次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这骨钉上苦痛。你公义审判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次恩典，一再次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掏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主啊，我们必定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因为他所赐的独生子到世间来，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从此显明了。阿们。
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耶稣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他，父必尊重他。一粒麦子，它落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就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落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就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起来跟主说：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它落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就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我们再一次大声的对主来说：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世上生命必凡的生命。主，我愿意。再一次的对主说：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主，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一天神的荣耀。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一天神的荣耀。主，我愿意。主，我
成就你旨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就是它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啊，主啊，我们跟你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献上自己，我们愿意。感谢主，阿们。我们仍然站立，让我们用使徒信经来炫耀我们的信仰。请。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谢谢敬拜小组。那接下来是荣耀颂。会众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36章5到10节，待会由我念白色的起文，那黄色的印文由会众来念。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深处你都救援。上帝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接下来公祷，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了世界各国新冠肺炎疫情来做祷告，也为着台湾疫情能维持稳定及平安做祷告，使众人保护自己之外，也有能力去帮助他人，在肢体、心理上都能得着平安。感谢您为荣光堂增添了恩典，多了牧养方式，让我们能宣扬你的话语，按照你的话语而行。阿们。接下来读祷文的部分，在我们的周报的封底，
大家一起来念。我我们们在在天上天上的的父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嗯。接下来我们请宝华姐妹来为我们读经课。今天的第一处经课在以赛亚书第62章1到5节。以赛亚书62章第1节：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上帝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铁器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上帝也照样喜悦你。第二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2章1到11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上帝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上帝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接下来的读经由诗会这边来进行。在今天的读经是在约翰福音2章1到11节，新约的101页。约翰福音的2章1到11节，新约101页。第3日，在加利利的迦纳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了，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吃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纳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接下来我们请诗班献诗，天父赐给我们的爱。谢谢诗班的献诗。接下来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证道，题目是“比酒更美”。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再次来到上帝面前，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做礼拜。我们今天早上的
2组敬拜非常的美。第一组的敬拜是我们的这个葡萄的小组的成员，他们在这边的敬拜，他们是我们的教会里面的中坚分子，是我们的这些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们，他们工作上很辛苦，但是他们也愿意能够参与服事，这是很美的。还有我们听到我们的诗班里面唱天父的慈爱，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上帝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何等的奇妙！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边敬拜，不是单单只有我们的敬拜团敬拜、诗班敬拜，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一起在敬拜的里面。当然，我们在敬拜的里面，我们需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嘴巴里面唱的，或者是我们所祷告的，跟我们所行的，是不是真的一样？前几天我发了一个短片。这个短片是一个马来西亚那边的一个教会机构他们所拍的影片，他那里就提到了有一个年轻人，他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顺服你而行。”结果后来上帝就告诉他说：“那么请你去爱你的这个同事，叫 Amy 的这个同事。”然后他就百般的不愿意了，他说：“上帝啊，这个 Amy 你知道我跟他是有很大的问题的。”结果呢，上帝说：“那你刚刚不是祷告说你愿意顺服我的带领吗？”他说：“我可以顺服任何的事情，但是我不愿意去顺服做这个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常常去想到说，我们有没有常常也变成这样？我们的祷告变成是一个表面性的，我们的祷告变成上帝啊，我好爱你，然后我愿意接受你的差派到任何地方去，但是不要让我离开高雄以外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差派我们。也许你可能不小心，你可能要从南部到北部去了，或许你可能从北部要南漂下来。最近跟年轻人接触的时候，发现我们有的年轻人必须要北漂到台北去工作，有的人是从台北要下来到南部工作。不管是你自愿意的或是不愿意的，我相信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跟安排。或许上帝在让你年轻的时候有经历过一些的事情，或许他又给你一些机会到别的地方去。千万要记得，上帝给我们的国度观是，我们在这里服侍很好，上帝给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但是如果今天上帝差我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刚刚那首诗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但是若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一颗落在地里的麦子？我不知道上帝对你的呼召会是什么，或许有一天真的上帝会差派你去做某一些事情。但是当我们祷告主啊，我愿意的时候，期待我们真的是叫做主我愿意，而不是嘴巴里面的愿意，心里面是不愿意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介意，不是真实的哈。但是也需要思考这个事情。有一个年轻人，他就跟他的妈妈说这个事情，一个女孩子，她跟妈妈讲说：“妈妈，有一个男生要追我，那我不喜欢他，我不晓得应该要怎么拒绝他才好。”然后这个妈妈就帮他想了个点子，她说：“没关系，你就跟这个男生讲。”她说：“跟这个男生讲说，我爸爸在外面欠了1000万的这个债务，那如果你愿意的话，愿意跟我交往，那你就请你来偿还这个部分的债务。”那这个女生听了之后，她就问妈妈说：“那万一如果他真的愿意帮我还这个债务的话，那怎么办呢？”这个妈妈就跟这个女儿讲说：“如果有这种男人的话，那你还放他走做什么呢？”听得懂意思吗？哈，如果有人愿意帮你付1000万的债务，那你还放他走做什么？他说，在我们那个年代，这种男人已经没有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很多人会用金钱去衡量了哈，比如说用金钱去衡量爱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爱情如死之坚强，啊，他的嫉妒如阴间之残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用钱能够来换爱情。当然，现在的速食的时代里面，有很多人会用钱来换爱情，但是你会发现来得快，去得也快。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在爱的里面，也许很难受，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忍耐的。但是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也更加的成熟跟成长。所以曾经牧师跟大家分享过，犹太人对财富的观点跟我们不太一样。犹太人对财富的观点，它是画成4个格子，金钱不过就是财富中的一个，
另外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你能够得到，因为你的工作而能够得到有一些人脉、人际关系，这是另外一种的财富。另外一种是比较个人性的，就是如果你能够从你的工作当中学习到一些的技术或是技能的话，那么这也是你的财富。那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能够学习到智慧，从这里面你能够学习到怎么样去运用这一切东西的话，那么你所得到的财富是更加的完整。所以4个东西：金钱、人际关系、技术还有智慧，这个是包括在你的财富的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珍惜上帝给我们的财富，千万不要只有以为钱才是需要去赚的，有时候需要去赚人脉，有时候需要去赚技术，更需要去赚智慧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前几天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说有2个东西是不会被人家拿走的，一个是吃进去的东西，一个是在头脑里面的东西。所以上帝帮助我们，也许人家可以从你的身上拿走你的金钱，但是拿不走你脑袋里面的东西。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看重那个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加的重要。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我们来用这个祷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昨天在教会里面办了一场婚礼，但是不要误会，这个不是他们昨天的照片啊，这个是我在网络上面抓的一个照片。我们都很喜欢参加婚礼的这样的一个喜乐的感受，还有那个氛围，我们都很喜欢。婚礼会让我们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美好，或者是让大家有那种喜乐的感受或是感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人家举行婚礼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从婚礼的当中有一些摆设或是摆置，去看到一些婚礼当中所代表的意义。上次跟大家分享过说，如果我们看到红毯，其实为什么它是红色，它不是其他的颜色，它其实就是代表了基督的宝血。但是各位如果有发现，昨天我要求新郎，他不是要进场，他要站在这个台前的地方等待他的新娘。其实这也是在圣经里面的一个意象。耶稣基督已经流了他的宝血，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了，回到父那边去，他坐在上帝的右边，等候谁？等候他的新娘能够来到，跟他在上帝的台前要来结婚。所以真正的婚礼是在我们最后要在天上看到基督跟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连结。所以我们地上的婚礼其实都是 rehearsal， 知道吗？我们地上的婚礼其实都是排练，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基督跟教会的连结。所以如果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你就会非常的清楚知道为什么今天有这一段的经文会出现。好，所以我们请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圣经里面，这个背景是这样。大概知道耶稣的妈妈叫做玛利亚，对不对？好，玛利亚被邀去赴一个宴席，这个宴席是在迦拿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个事情。迦拿这个婚宴的宴席，玛利亚是被邀请的一个宾客，然后耶稣当然也被邀请。各位，如果你知道是玛利亚被邀请，耶稣也被邀请，那有可能表示这个家庭有可能是耶稣的亲戚或是很至亲的朋友，他才会被邀请去做宾客。好，而且耶稣也很很大胆，他就带了他的门徒，可能带了3-5个，可能那时候还没有12个人，但是他至少带了3-5个人，他们就去参加了婚姻的宴席。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去觉得说那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过去犹太人的婚宴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犹太人他们娶太太或是结婚的时候，他们的婚宴是要安排7天的。那7天的时候，就是要让大家都可以来宴席里面吃饭，所以你家是阿猫阿狗或是什么样的人都没有关系，都可以来家里面吃饭，表示热闹，表示让大家觉得哇，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主人家是这个很大方的，他愿意来邀请这个宾客来到家里面来吃饭。所以邀请宾客来家里吃饭，这是一件大事。各位千万不要小看要安排桌位、安排宴席。昨天
我们的嘉恩跟彩珍的婚礼的时候，他们光要安排那个宴席，要考虑非常周到。你可以多，你不能少，少了会让人家觉得主人家是不够大气的，不够大方的；少了会让人家觉得不够尽兴的；少了会让人家觉得，哎呀，这个参加这个婚礼真是无趣。你看主人家没有预备好，所以各位，对主人来说，预备好这些东西，预备好所有的食材，预备好所有的酒，这个是一个主人家邀请的一个极大极重要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婚礼的这件事情。我常常跟年轻人讲说，其实真正你要办婚礼当然很重要，但是其实你隔天之后，你要开始进入那个真实的实战经验里面。今天的快乐，明天就开始付钱了。所以，请大家要记得，我们要给年轻人有机会，让他们能够有时间，能够去预备好他们自己的这样的婚宴。特别现在年轻人要结婚真的不容易。好，耶稣带他的门徒也去赴了宴席。那各位，你知道台语有一句话讲叫做“啪的”，知道吗？就是那个桌已经爆掉了，可能真的来祝贺的人太多了，所以喝到一个状况，就是酒已经没有了。各位，请来看一下，耶稣的老家在拿撒勒哈，在各位的这个左边左下角的地方，拿撒勒就是下面这个红点的地方，迦拿就在这个红色的点这里，迦拿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其实离加利利海蛮一段距离的，其实它比较是内陆的城市，所以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去，当然不是算距离很远，但是至少也有一点距离。他们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就去迦拿那边吃饭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当时出了一个状况，就是酒没有了。好，各位，这个是考古他们去发掘的地方哈，就是有人认为说这个有可能就是当时那个迦拿婚宴的举办的场地，但是我们不能用现在的那个高楼，或是用现在的住宅的那个样式去思考了啊。或许他们那时候这样的一个屋子就已经算是一个蛮好的住宅区，或是蛮好的一个屋子，所以他们要在家里的前院的地方、前庭的地方那边要来办这个宴席。但是在宴席的当中，刚刚提到了，如果能够预备的好、预备的多，让客人吃得尽兴，这是很棒的。但是7天的时间，有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少了，或是有一些东西是没有了。所以如果没有的时候，对主人家是一个很窘迫的一个状态。在这个时候，这个玛利亚就出现了。所以为什么提到玛利亚这么样的重要，是因为这个妈妈她为什么要这么的用心的去着急的跟耶稣讲说他们没有酒了，表示这个主人家他其实跟玛利亚他们家庭的关系一定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家发生的事情，玛利亚心里很焦急，他就去告诉耶稣什么？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特别要看到一个事情是，有人针对这个经文说耶稣是不是很不孝，因为他讲话有点怪怪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里面写了什么。第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4节，一起念来。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听这样的话，好像感觉上耶稣好像很无情，但是事实上，如果你再看那个小字，它上面写什么？母亲原文是做妇人，所以表示那更无情的称呼了。耶稣怎么会对他的妈妈说：“这个妇女，这个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用这样的眼光去看的话，当然你会觉得这个经文很难读、很难懂，因为这里面好硬哦，怎么耶稣会讲这么硬的话？但是如果你把它换成一个场景是，如果耶稣跟他的妈妈关系很好，他们是可以开玩笑的呢？各位知道，有时候我会跟自己的母亲开玩笑，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开玩笑啊？比如说，有时候我就会跟这个妈妈撇清一下关系，说：“这位夫人，这不是我的事，这是你家的事情，不干我的事。”好，意思就是他其实不是真的叫做无情的拒绝，他是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在表达什么？在表达说：“这不是我该要碰的事情，这是主人家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常常会以为说耶稣很没有礼貌，为什么他要称他的母亲叫做妇人？亲爱的弟兄姐妹，
母子之间，如果他的信任关系是好的，虽然感觉上好像有一点这个界限或是分别，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去阻碍他们的关系。所以等一下大家就会看到经文里面用什么样的理由去告诉大家说，耶稣跟妈妈的关系是很好的。好，耶稣跟妈妈说什么？他说跟母亲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解读其实就是这样，这位太太不要干扰我，这不是我的场子，这不是我的场子，这应该是他们主人家要去解决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玛利亚希望耶稣做点事情 do something， 知道吗？各位，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希望上帝说，请你做点事情 do something， 可是耶稣说，这不是我的场子，这应该你要去问那个主人家，他们应该怎么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用这个眼光来看，耶稣在讲这个话并不是一个没有礼貌的话。圣经里面耶稣常常用夸饰法去讲一些的夸张的东西。各位知道夸饰法是什么意思吗？夸张的说话，或是用夸张的语气来代表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你可以怎么去看待它，或是怎么去处理它。耶稣曾经说过说，如果一个东西叫你跌倒，或是什么样的事情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要叫全身都丢在地狱里。这个就是叫做夸饰法。各位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吗？夸饰的意思就是我很夸张的去讲说，如果这个事情会干扰我，或是这个事情会让我去犯罪的话，那么我就把它切掉，以至于我就不会去犯那个罪了。所以耶稣用夸饰法来讲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耶稣也用同样的方式，他用幽默的方式来跟他的母亲来对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少了一点东西。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基督徒最近少了一样的东西在我们的身上，叫做幽默感。基督徒我们现在常常被人家定位成那个真的叫做 Methodist， 就是我们的这个卫理公会的标志，叫做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的人。但是我们少了一点东西，叫做幽默感。很多人跟基督徒站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很不快乐，为什么？因为你们不能谈笑，因为你们不能够随便讲话，因为你们好像不能够有这个一些的行为是不能做的，或者是叫不苟言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失落了一些东西。其实基督徒应该是让人感觉幽默的，应该是让人觉得好亲近的，应该是让人觉得我跟基督徒在一起是快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身边的人，你的家人，或是你身边的人跟你在一起是快乐的吗？还是他们觉得跟你在一起，哇，你好严肃哦，你看都不能够讲笑话。当然我不是跟大家讲说你要去讲那个戏笑的话，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说不要讲那个戏笑的言语，的意思不是叫你讲黄色笑话，但是他并不是告诉你说你不能够有开玩笑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或者是叫做一个幽默的话。但是我们华人常常有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叫做我们常常在开玩笑的时候，幽默的时候是幽别人的默，而不是幽自己的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要学习幽默的时候，请记得可以讲自己，但是不要去讲别人。牧师常常很谨慎小心一个事情，是因为我很担心有的人会对号入座，所以请大家要记得，牧师在台上讲没有针对任何人，但是我们有时候在小组里，或是我们有时候在聚会的当中，有时候免不了，有时候我们会讲一些故事，或是讲一些事件。但是请大家记得，最好的幽默不是幽别人的默，是幽自己的默。你可以讲自己的问题，你可以讲自己的事情，但是不是要去讲别人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卫理公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的班会里面，其实是有一句台语可以形容，叫做互相绕开求进步，听得懂意思吗？卫理公会的小组，它其实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彼此讲一些困难或是难处的话。我今天我可以讲我跟我家太太发生什么事情，我可以讲我跟我女朋友发生什么事情，我可以讲我跟我的孩子发生什么事情，一些很难搞的事情。然后我们在这里彼此互相的帮助，彼此互相的为对方来祷告，可以讲出这些的难处的，而不是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啊，你好我好，我们都很好，没有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实的困难可以在你的小组里面，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彼此的信任。所以耶稣跟他的妈妈是有信任关系的。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地方哈。但是我们要先了解一个事情，信心跟相信上帝的良善是连结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良善跟信实的，那么我们这个信心才是对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认为说，上帝是不是不喜悦我，或者是上帝常常用一些的方法让我受苦，好像让我没有办法去这个好像得到祝福。上帝不是要让人受苦的，上帝是乐意人得到祝福的。所以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说，不单是要信上帝，而且是要相信上帝要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上帝是乐意给人祝福的，上帝是良善的。所以英文里面在很多的一些国外的牧师常常会形容一个事情，说他们用一个话来形容，他说 God is good in all the time。 上帝在所有的时间里面他都是好的，上帝在每一个时刻都是好的，即使我们现在看起来不好，但是他的旨意总是好的。所以信心是把我们跟上帝的良善连接在一起，相信上帝的安排是好的。约伯相信上帝的安排是好的，所以他才能够撑住，以至于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他才能够忍耐到那样的时候。当然，人的信心有时候是软弱的，即使有如约伯这样，还是一样逃不了心中会有一些抱怨的时候。但是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看到信心跟上帝的良善是连接在一起的，上帝必然要给我们他的一个良善的旨意跟计划。好，所以耶稣拒绝了他的母亲，好像拒绝了他的母亲，其实他是在跟他的母亲说，这不是我的场子，请你要先跟主人家去沟通一下。但是呢，各位，我为什么他刚刚说母亲跟儿子的信任关系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就在这个地方，请大家看一下，在第5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5节哈，我们一起念一下第5节，一起念来。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这个妈妈真的动怒的话，我相信她不会跟佣人讲这个话。所以为什么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她可以跟这些的仆人讲说，她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表示耶稣的母亲相信耶稣会做事的，她相信耶稣会做一些事情。虽然嘴巴里面讲拒绝，但是事实上耶稣会做事的。所以他的母亲对佣人说什么？他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极大的信心，相信上帝会做事。我们常常觉得上帝的手很短，脚很短，好像是我们要帮他做事，其实是我们需要看到上帝要做事在我们的当中。上帝要做事在我们当中，只是我们有没有听到他吩咐我们做什么。这里他吩咐了佣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他吩咐佣人做一件事情。这里说：“你使我的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在那样的场景里，你怎么样仍然保持心情的愉快，或是保持心情的稳定，需要有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才能够把问题能够解决，成为一个美好的事情。所以你要相信你的问题，上帝不是不管的。你要相信你的问题有上帝美好的旨意要发生在这当中。在人的眼光来看，或许是忧虑或担心的事，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他要做奇妙的事。好，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犹太人的水缸哈，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门口的水缸。各位，这个水缸，请大家看一下。我们如果以前过去有在乡下地方，应该有看过类似这样的东西。几天前我跟我们一个弟兄到台南去，我们去安平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有一个那个店家的旁边看到一个那个一个大水缸，然后那个是以前人家装米或者是装那个水的那个然后我就跟这个弟兄讲说，这个就是司马光打破的那个因为那个很大的一缸，那个小朋友进去是真的会躲在里面就看不到了。但是这个石缸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这个是犹太人他们以前，如果你要进人家家门口的时候，如果以前没有自来水，以前没有像我们现在比较方便，门口的地方能够让人家有洗手洗脚的地方，所以这个石缸是用来给进来家里的人他们要洗手洗脚用的，所以它不是用来
正是在家里面做料理用的，或者是他是在做一些可以吃的地方用的，他其实是在用来做清洁使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天这些的仆人佣人，他们就要担水去把这些的水缸装满，然后让客人来的时候可以有水可以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仆人这些佣人对他们来说，这是每天的日常他们要去做的事情，但是他们日常要做的事情却是上帝要用来祝福人的一个管道。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说你每一天日常都在做的事情，其实你每天日常都在做的事情也是上帝要用来祝福人的一个重要的管道。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了什么？第7节，耶稣对佣人说，第7节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的地方。所以他们把水都灌满了在这个缸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对这些的佣人来说，他们也许也不晓得为什么耶稣要做这个事情，但是他们心里看到，哦，这里缺酒，然后耶稣要把水加在这个缸里面，他到底要做什么呢？乔治·穆勒这样说：焦急的开始是信心的结束，信心的开始是焦急的结束。当我们开始有信心的时候，这一些焦虑跟焦急的事情就会渐渐的离开。也许有点眉目了，搞不好这些佣人也想说，搞不好耶稣是不是要舀水去给那个管宴席的人？但是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冒险？万一那个管宴席的人喝出这是水的话，那怎么办呢？通常都是把人家灌醉之后再来喝水。那万一那个管宴席的没有醉，他喝出这个是水，那怎么办？第8节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真的这样做了。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我们一起来念第8节，一起念来。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信心呢。如果你觉得这个佣人他搞不好去，他说万一这个管宴席的人扒我的头卡，那怎么办？他说你怎么送这个东西来？这是一个冒险，信心是一个冒险。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叫你做这个事情，但是当你真的要去这样做的时候，那是一个冒险。这个是水，但是怎么送过去？这些的仆人他们没有任何的一句话，他们就送了过去。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是超越的快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担忧。或许真的差派你要去做某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也许是你觉得是很超过你想象跟期待的，但是你要相信上帝透过你要做一些的新事在这当中。第10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管会堂的人、管宴席的人，他们喝了之后有什么样的回应。第10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10节，一起念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亲爱的弟兄姐妹，管宴席的人他不是只有管这个宴席，他曾经去参加过好几个宴席，能够让那个管宴席的人说这是好酒，那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管宴席的人把很多人的做法都讲出来了，前面先给人家喝好的，然后后面渐渐的那个酒就掺了水，这样好像感觉上就是酒还很多，但是事实上都已经变成是次好的。各位如果看英文圣经里面的话，他这里说那个摆上好酒，前面的人先摆上好酒是 choice， 就是它是一个人选择的好酒，人选择的酒。但是到最后的那个好酒，它是用 best， 意思那是最顶级的。他说人家都是把好酒拿过来在开始的时候，但是你却是把那个最上等的酒留到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耶稣里，平淡的水可以变成有味道的酒，平淡的生命可以变成有味道的生命，平淡的生活可以变成有味道的生活。但是你愿不愿意把那个水，把你的生命，把你的生活交在上帝的手中？品酒的人，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不觉得这是好酒，因为舀过来不晓得，到宴席的后面大家都是喝懵了，大概都是给次的。但是这个宴席的人喝了之后眼睛亮了起来，他说这是上等的酒。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看我们，到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被上帝改变的时候，人跟人看到的我们是不一样的。愿上帝帮助我们，也许别人看到了我们或许是平淡无奇的，但是当你愿意被上帝使用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能够有不一样的改变。
或许有一些东西我们会失去，包括有一些东西我们可能会像这些的这个主人家一样，这个新郎的家庭一样，会有一些东西会觉得丢脸失望，我可能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做好，但是常常新的祝福都会在这些意料之外当中来临到。愿上帝帮助我们，凭着信心跟上帝支取，上帝会把我们发生的糗事，其实它会转变成新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好，所以11节的地方提到，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所以如果有问答题问说，这个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在哪里？就在这里。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在哪里行的？在迦拿行的。然后要做什么？显出他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最后还有一句话，他说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要让学生能够相信的老师现在很不容易了啊。因为有很多人都会质疑老师，你真的做得到吗？或是你真的可以弄得到吗？耶稣在那一场的神迹里面，让他的学生看到，我就是那一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够看到耶稣就是你生命当中需要跟等待的那一位，他就在你的里面。今年让我们学习一个事情，是让耶稣做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我做事情，是耶稣做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会看到耶稣做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我们需要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它。婚宴里面其实也代表一个事情，婚姻的这样的立约也代表基督跟教会的连结。所以我们从昨天的婚礼里面，如果各位有参加昨天的婚礼里面，就会看到它其实是跟基督和教会的连结是有关系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为那一条洗净的河，使教会能够被洗净，渐渐的成为圣洁，成为上帝所喜悦的，来到上帝的台前，跟基督的连结。所以如果婚姻跟基督没有关系的话，没有关联的话，那就失去了神圣的意义了。好，所以今天的几个事情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学习。第一个，你要让耶稣介入在婚姻的里面。所以当耶稣介入在婚姻里面的时候，希望两个人的关系要越好，就是要越朝向耶稣，把耶稣摆在家里的中间，两个人才能够越来越走越近。如果没有不理耶稣的话，就是两个人越走越远了。所以让耶稣介入在婚姻的关系的里面。家庭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祝福的管道，所以千万不要忽视家庭。我们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期待弟兄姐妹看重家庭的一个重要性。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家庭已经很多意义跟一些的事情已经越来越式微了。我们期待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是要回到上帝的起初的心意里面。家庭是上帝给人的祝福的管道，期待我们能够从家庭当中看到上帝的祝福，不单祝福我们自己，也祝福我们的后代的子孙，祝福我们的家人，祝福我们的孩子，透过家庭能够做这样的祝福的管道。有一个方程式叫做耶稣的方程式，它永远可以解答我们的问题。所以昨天在婚礼的当中，我跟那个嘉恩还有彩珍他们提到这个事情，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请回到原厂做维修。那原厂在哪里？原厂当然就是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只有一个耶稣方程式，就是回到神的里面，才能够解答我们的所有的问题。第二个，要让耶稣改变你生命的平淡。当然不管是有结婚的或是没有结婚的单身的，上帝都乐意把他的恩典赐福在我们当中。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牧师一直在讲婚姻，好像单身的人就不重要。不是，不管单身的或是结婚的，我们都靠上帝得喜乐，成为我们每天的力量。所以即使今天你还没有进入婚姻的里面，你仍然要靠上帝得到你每天的喜乐的力量。以前我的老师讲过一个很好的话，他说如果你单身不快乐，那么你进入婚姻恐怕你也不快乐。所以要记得一个事情是，如果你希望进入婚姻要快乐，当然你单身的时候就要能够去感受与主的同在那样的喜乐，否则你进入婚姻恐怕会超过你的想象跟期待。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在单身的时候快乐，进入婚姻的时候才会是快乐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新酒新油新的恩膏都能够在这一年当中，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做一些新的调整跟
改变。在这一年当中，我们要看见上帝把新酒、新油能够浇在我们的身上，新的恩膏加在我们的身上。那个关键当然就是接受上帝的爱，所以住在神的爱里面，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期待也有满满的爱在我们的里面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把爱的源头放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才能够有源源不绝的爱可以给出去。那第三个，要让耶稣跟教会成为婚姻的模范。所以婚姻最好的模范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当然这个我们要反省，就是教会是不是真的顺服了基督，这个必须要时常去警醒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嘴巴里面讲顺服，但是心里面事实上是没有顺服的。所以要让耶稣与教会的关系成为婚姻的模范跟典范。圣经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以弗所书里面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保罗说这是指的基督跟教会来说的。所以婚姻真正的奥秘是在基督跟教会的连结。所以刚刚提到了，每一次的婚礼都是一个 rehearsal， 每一次的婚礼都是一个预演跟排演。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天上的婚礼当中，我们要参加天上的那个婚礼的宴席。所以圣经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基督为教会来舍己，舍了他自己，而我们对神的回应是什么？愿上帝帮助我们，上帝把他自己的儿子给我们，而耶稣也把他自己就献给了教会。我们愿不愿意也把我们的生命献在主的面前？最后要给大家这个勉励，就是我们常常会把这块牌子放在家里的客厅里面，基督是我家的主。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真的把基督做家里的主，或者是我们常常是贴在墙上，但是实际上还是我自己在做主。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新的调整跟改变，让耶稣真的做家里的主。不要担心家里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让耶稣来参与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相信上帝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美好的改变跟安排。当人会改变的时候，你的家庭就改变；你的家庭改变的时候，你的社区、你的环境也会跟着改变。要相信改变是可能的，在神的里面，凡事都能够。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今天能够在婚礼的宴席当中，看到主你参与在这些的婚礼的里面，以至于这些的婚礼原本是窘迫的，能够变成喜乐跟快乐的。愿你帮助我们，有你参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你参与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这个平淡的生命、平淡的生活就能够变得丰富跟有味道。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有味道的生命，让人能够喝了感受到是美好是快乐的。愿上帝祝福我们，愿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当中，好让我们都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领受新的恩膏、新的丰盛的恩典、新酒新油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愿你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今天的背诵是在约翰福音的2章11节，待会我们一起来念2次。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约翰福音2章11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约翰福音2章11节。接下来我们进行这个回应诗歌，是在心灵良诗第221首。愿主向我吹气。愿主向我吹气，使我的新生命，使我能爱我主所喜
到我心清洁，使我心意与主合一，遵行主之不懈。愿主向我吹气，使我全人成圣，使我能够效主榜样，发出长出光荣。愿主向我吹气，赐我永远生命，使我永远与主同在，永远与主同行。主啊，我们衷心感谢你，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全赖你的恩典所赐。我们当赞美和感谢你。现在我们以甘心乐意的心意来奉献，在你的事工上使用，叫教会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更多人来接受你的爱及救恩。感谢你垂听我们诚心的感谢还有祈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起立。好，会众请坐。那我们今天有3位新朋友，第一位叫蔡宗龙先生，大家认识一下。第二位叫庄淑慧女士。第3位是肖信瑞及林轩女士。欢迎我们新朋友啊，就是一日欢迎，永远欢迎。接下来是我们唱这个，我们成为一家人。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到时候用拱手代替握手问安。
好，大家请坐。那报告的部分有一个读经的报告要请淑仪姐妹报告。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好，很开心可以在主日的时候跟大家报告一下教会的事工。刚刚牧师有讲今天新年的开始，新酒、新油、新生活。那我们教会呢，延续去年的开始，推动一件很大的工程，就是我们爱读圣经。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多少人有一起参与？不过如果你手上有拿到这本，就是你去年已经有花了时间跟大家一起来研读我们的圣经。那今年我感谢那个卢君姐，上周呢给我一个提醒，她说，好像是要报名。对，我觉得报名真的是比较好，因为这个是我们跟上帝立的约，所以呢，我们还是今年我们采报名的方式，让大家一起在教会里面营造一个读圣经的氛围。所以如果你有心里有感动的，我希望你们能够签下跟上帝立下这样读圣经的方式。那我们的报名方式呢，有几个。第一个是我们先讲时间哈，我们的报名是到1月28，为什么要在1月份呢？因为我们这是一整年的开始，我们也要估计一些奖励的方式，所以我们要估计预算，所以会有一些报名的一个截止日期，让我们好统计人数。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记住，我们是1月28日截止。如果你今天就有感动，欢迎你们就赶快填下这个报名表。好，我们先方式有什么呢？下一页哈，我们总共有5种方式，因为我们教会是很多元的，可以让大家很自由的选择，所以有5种方式。第一个就是你自己愿意今年读完一整本旧约新约，第2种方式就是你读完旧约，或是第3个是你要读新约。那第4个就是我们这本每日研经的部分，它会有一些进度就在这里面。像今年的1月份就是诗篇，开始跟着这上面读。如果你说你一整年不知道有什么进度，其实这本下面它都有提醒你，你要1年读完，它也有提醒你你可以照着这个，你也可以完成1年读完1本圣经。好。那第5个方法就是教会总会有每一天发送有3读3导的那个影片，那我们可以跟着他一起来灵修，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那第2个这报名表的第2个部分就是要跟大家提醒，就是如果你本身已经有读经习惯的，那当然我们很欢迎你继续要把这个好习惯延续下去之外呢，你能够邀请你一位你的好朋友也好，你知道他可能还有一些习惯可以一起共同享受这个读圣经的乐趣的，那欢迎你们可以组成一个小组一起来读。那我们原则上这个我刚才师母给我提醒他说不一定要3人一小组，然后2个人在一起也是可以，就是你只要愿意去带1个人跟你一起读也可以。那这个方式我们不拘，但是这个只是提供给大家怎么样让我们不懒惰。那为什么我就要这样分享？因为去年我们在执行的时候，我们很感谢小组长帮我们在各小组里面去推动。那我也很感谢我的小组里面有文曲翠华姐他们在每个礼拜的1、3、5，我们晚上9点半，我们那是我们甜蜜的约会，我们在透过上帝的话语，我们彼此的分享，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领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希望我们今年开始的爱的行动，就是从读圣经开始。所以欢迎你们一定要记得报名。那报名这张纸，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你们愿意3个人写在一起，4个人写在一起也可以，不一定要1个人1张。那所以小组里面已经有各个小组的小组长已经有拿到报名表了。所以如果你是参加小组的，你可以跟你的小组长拿报名表来填。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小组的，那欢迎你们等一下后面有那个招待桌上我们会放空白的报名表。
你就可以在上头填写。今天如果你可以，你就赶快把它填写下来，然后让我们可以及早估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点点的奖励方法。那我刚才写的那些范围是有一些奖励的机制啊，哈，因为我们都懒惰嘛，所以需要一点激励。如果你全年可以读完的，就是1000点。如果你读旧约完成，因为旧约比较困难，我知道大家都读完那个出埃及记，就在旷野里面绕很久了，就出不来。所以呢，如果能读完旧约的，那我们就是500点。那过来，如果是新约的，那就是300点。那如果你读完这个呢，每一季，因为这个每一季后面都有那个题目哦，我觉得这本也是蛮丰富的。那每一季就是自己完成以后，给自己一点鼓励，就是100点。那如果3导3读就200点。那为什么要积点呢？那后来我们跟牧师讨论，虽然我们的计划不完美，但我们希望是有激励的效果，希望这个点数你累积起来。如果教会有一些活动或者有优待，或者是你可以来折抵，或者我们会用折抵礼物的方式来激励大家。那这个是因为彼此的鼓励啦，哈。那不一定计划完美，一定还有一些需要修改的。那希望大家最重要的是，你如果已经有感动，一定要有行动。所以邀请大家。如果你愿意，今年就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一项大工程，一起来读圣经，然后感染你旁边的人，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上帝祝福大家，谢谢。好，接下来教会消息，我就重要的提一下，就是今日为显现节后第2主日，欢迎实体及线上的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于您。那农历年前最后一个主日，在1月30号为国台语联合主日，将邀请北竿卫理堂退休的郑宪章牧师来证道，请弟兄姐妹知悉，也为在马祖的教会平安祷告。6楼的100人的中型的聚会所的募款，也为他做祷告。目前还有一些不足的部分。另外，卫理神学研究堂的神学导论课程将于111年的2月25号晚上开课。那欲参加者请向办公室报名。另外，110年的年度奉献收据已经放在各位弟兄姐妹的奉献袋，请大家审视看有没有错误，并签名缴回，以便教会做最后的整理。那肢体消息的话，由于桃园疫情再度升高，求主怜悯桃园，让政府有好的防疫机制，守住疫情的扩散，也为施打2、3剂的会友在施打中有平安来做祷告。身体不适以及保守长者的身体能够胜过寒冬来做一个代祷。会众请起立。3一颂。请牧师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有满满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新酒、新油、新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显出来，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在主你的爱中成长茁壮，使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主的爱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
兄请坐。订阅。